黃毓民議員，多謝主席。林健鋒議員同保安局長黎棟國嘅一問一答，充分顯示呢一個議會咧，基本上就係一個奴才嘅議會啦，係咪？呢個一問一答，水乳交融，合作無間。今日拎到另外一條田北辰問嘅題目，都係真係令人眼界大開。你嘅問題必須喺呢度指出咯，主席啱唔啱啊？係咪？你喺度強調法治精神。喂，梗係發生咗事，咁你梗係要執法啦。你而家唔係敵未動我先動，仲要假設人哋會點樣動？發表議論。更何況你發咗啲不反對通知書，講咁多嘢做咩啊？主席，我想問下黎棟國係咪共產黨嚟嘅？因為佢後邊嗰段呼籲咧，同共產黨嗰啲文告一模一樣嘅。黃毓民議員，請你立即。不應，我要佢答，更不應煽惑或發動他人參加。咩叫煽惑啊？局長嚇？煽動、蠱惑、煽動、誘惑，喂，呢個係普通法嘅法治地區嚟㗎，阿哥。另外，可能被搞事分子，咩叫搞事分子啊？叫佢答呢兩個問題，答呢一個問題，咩叫做煽惑？咩叫搞事分子？你作為保安局長，你係事後發生事，你咪執法咯。議員，或者你事前防範啦。黃毓民議員，咩叫煽惑啊？咩叫搞事分子啊？黃毓民議員，講嘢。叫我答啊！立即停止發言。局長，主席，我唔可以理解，亦都唔明白黃議員咧頭先點解作出一系列嘅指責。黃議員，而家唔係你發言嘅時間，請立即坐低。黃議員，如果你繼續喺你嘅座位度高聲呼叫咧，我就要命令你離開會議廳。局長，多謝主席。我今日喺呢度咧係履行我嘅職責，就住立法會議員所提出嘅詢問係作出一個回覆，並且係答覆其他議員嘅質詢。當然我有責任盡量去就議員嘅問題咧係提出呢一個答案。第二樣嘢咧，黃毓民議員問咗個與本問題毫無關聯嘅問題，但係咧，如果主席容許我咧，我話俾你聽。本人無黨無派，本人係生於香港，長於香港，但係可能咧都會喺香港咧係離開呢個世界。第三樣嘢，黃議員問到乜嘢叫做煽惑，我哋係根據公安條例裏邊相關嘅定義、相關嘅説明咧係講出。至於呢一個詞嘅定義咧，黃議員你可以係參考翻香港嘅法例。如果有問題，我相信黃議員咧，佢可以就住呢個問題咧，係向佢嘅法律顧問咧係諮詢一下，究竟係點樣解。至於咩叫做搞事分子，我相信呢個問題係顯淺易明，無需我要作出進一步嘅闡釋嘅。多謝主席。